橡木的伊比利火腿哦，花园沙拉。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是100%的这个伊比利猪哦。那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我们是用这是所谓的柠檬油醋哦，我们不用所谓的意大利油醋下去做，我们用柠檬。你在家里会用莱姆，会用柠檬，你去挤出它的汁哦。那一样油醋比就是3:1，你再用糖加一点点糖，加一点点盐，用柠檬汁跟胡椒粉，白胡椒粉，然后先下去用打蛋器把它打匀，打匀了之后让那个所谓的调味料可以扩散到柠檬汁里面。那重新加了油之后，再用打蛋器去打，它的味道会比较均匀。还有连摆法都不是这样，我刚刚以为这样一盆就要盛上去了，没有。在家里可以享受一下视觉上的享受。这个是芝麻叶，但这个是台湾的芝麻叶，它不是进口芝麻叶。非常看好台湾的这个农业。台湾农业不止厉害，连我们的小番茄都是用有机的小番茄，看起来很好吃耶。它很甜，来你可以吃一个看看。他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了，我真的很想吃一个看看。谢谢。它很甜，很回甘，好好吃哦！我觉得这个可以当点那个，就是像零嘴一样哎。这个呢是黑蒜。哇，以前是日本流行，现在流行到台湾，而且台湾的屏东。就出很多这个金蒜，他们叫金蒜，云林啊，这些都有哦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饭店里面自己自制的。好，来，你先试吃一个看看。很简单，你就用一般家里的这是所谓的大同电锅，那你就把它放到这个大同电锅里面，那你就把它盖锅盖，然后开 on 就保温的作用，然后放2个礼拜，它就变成这样。太好吃了。当然，我们花园沙拉不能够或缺的就是要有坚果。我们要补充这些养分，要充足。那我们选用的是用这个榛果，榛果烤过的榛果。那你这个榛果呢，你可以用165度，然后下去烘烤12到15分钟。那烘烤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。但你在烤的时候，你要把它铺平。你不要把它整个层叠起来这么厚，那这样烤起来的颜色啦、熟度就会不一样。挖出这个洞，最主要啊，就是我们要再放更多一些养分的东西进去。好，这个温泉蛋，它是泡在一个64度的一个保温槽。基本上你要把它烹调大概在40分钟左右，反正就是低温烘焙啦。对，它就可以成为一个这个。我很好奇啊，温泉蛋打开以后是什么样子？哇，其实它是熟的吗？它现在其实是熟的，是这样。哇，好可爱啊！我刚刚想说会不会跟我们所谓现在流行的这个溏心蛋很像，其实不太像，它比溏心蛋还要再软一点，但是它是熟的，只是说它呈现的这个状态呢是这种端端的状态哦。好，这时候撒一点盐巴。对，在蛋上一定要撒一些盐。一点点的胡椒粒。好，我们开始要种花了我们的花园沙拉里面一定要有花。好，这是跟各位介绍的这个伊比利火腿。那火腿在吃的时候呢，会比较提醒各位消费者就是当火腿你要吃，我们尽量让它室温，不要让它是在冰凉的时候，那它的韵味会比较不一样。食用花在用的时候啊，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很多的食用花最下面都会有一个这个绿色，这个像是包膜啊，或者是说它的蒂要把它拔掉。应该也不是说不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但它的口感上面很粗糙。当然，你如果喜欢膳食纤维的话，你就不要去掉吧。对。